張春季限定嘅視覺盛宴，帶你穿越冰雪與花海，即刻同我哋展開呢場奢華野性嘅春日冒險。第一日，香港直飛烏魯木齊，當落機就直奔瑤池仙境天山天池，搭馬牙山纜車俯瞰冰封天池，冰川藍天像水墨畫。呢一晚餐中去可愛嘅新疆餐廳，豪食1米長烤肉，肉香孜然香衝擊味蕾。第二日沿 S21沙漠公路奔往阿勒泰，中途停低欣賞福海海上魔鬼城，德力冰湖嘅冰裂紋喺陽光下閃閃發光㗎。第3日啦，重點嚟啦！4驅越野車帶我哋穿越阿和公路，209公里，景觀大道猶如冰雪長廊，阿爾泰山脈嘅雪峰喺側，彷彿闖入魔界秘境。第4日神之後花園赫納斯，睇住臥龍灣、月亮灣嘅冰面漸漸化開，神仙灣神霧繚繞，冰湖碎裂，聲伴住融雪，係春天嘅交響樂。第5日世界魔鬼城嘅雪中雅丹超魔幻啊！風聲穿過岩洞似魔鬼嘶吼，傍晚到葵屯圍爐食牛肉火鍋配新疆葡萄酒暖身，冰火兩重天夠晒過癮。第6日見證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，賽里木湖嘅冰推奇觀太震撼，藍冰堆成琉璃山，半湖之玉半湖藍，陽光下仲會折射出鑽石光芒㗎。第7日全場高潮，前往中國最大野生杏花林，都爾根杏花溝，漫山遍野粉白花海，春風一吹就落杏花雨。夜晚入住葛拉提英迪格酒店山景陽台，直擊星空花海，奢華到唔捨得瞓。第8日晨光中葛拉提草原，美到窒息。當低啲日仲會發現頂開殘雪嘅野百合。夜晚住2025年全新開業伊靈洲際酒店，體驗奢華服務配現代絲路美學，台風樓嘅陳皮香梨燉老鴨潤到入心，飲杯紅酒完美收官。第9日最後一日上晝有閒行手信店，帶住滿箱回憶踏上歸途，為北疆畫下甜美句點。推明假期北疆10日冬末春初雙景遊，國泰航空精選深度純玩冇購物。啲辦兩團啊，保證出發日期4月4號、8號，想捕捉季節限定奇觀就快啲行動啦！